大家好，我係 Choco。喺微電影《性上癮》入面，我飾演嘅係一個患有性上癮嘅酒店前台小姐 Sally。表面上，我係個永遠笑容和藹、專業有禮嘅 receptionist， 但係每逢入夜，當大堂燈光暗落嚟，我內心嘅慾望就好似一團火一樣，燒到我控制唔到我自己。我曾經親身經歷過性上癮嘅煎熬，知道嗰種衝動一嚟，就好似有另一個我係咁推我出去一樣。但係每一次放縱之後，又係無盡嘅空虛、自責同埋更深嘅渴望。所以演呢一個角色對我嚟講唔單止係演戲，而係一次赤裸裸嘅自我對照同埋療愈。雖然我未試過做酒店前台，但係正正係因為呢個陌生感，反而俾我更大嘅挑戰同埋空間去發掘。喺櫃台後面微笑接待客人嘅同時，腦袋入面已經幻想緊另一個出口。見到有吸引力嘅客人，心跳就會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表面冷靜，但係內心已經泛起咗漣漪。呢個角色好痛、好真、好危險。佢令我問自己：慾望同埋愛，邊個先係真正嘅毒藥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Sassy Free 嘅性上癮啦。